好，咁我哋跟住講埋估算嘅第二個部分咧，就關於誤差部分。咁呢課裡面咧，你最緊要識一條式就係個最大絕對誤差，咁就會等於嗰個嘅準確度除以，記住一定要係除以。咁準確度即係咩意思啊？舉個例啦，譬如13年呢條嘅題目係話呢個數其實佢咧係準確到最接近嘅克嘅。咁你諗啦最細嘅克。1克啦，即係個位數字啦，咁之後會當佢1啦，咁所以就會1除2，咁即係0.5克啦，咁所以呢個嘅最大誤差就會0.5克。譬如呢度佢話準確到最接近嘅0.1 kg， 若然問你個最大絕對誤差咧，就係0.1除2，所以就0.05 kg 嘅。咁再睇埋下面呢個啦，如果係話量度到最接近嘅厘米咧，咁究竟個最大絕對誤差係幾多咧？冇錯啦，就係1除2，即係0.5厘米㗎。咁如果係呢個咧，準確到最接近嘅0.1米咧，咁佢個最大絕對誤差有幾多咧？冇錯，就係將0.1去除2，所以就0.05，係咪好容易計咧？嗰個最大絕對誤差。咁我哋咧就落手落腳真係去睇翻咧正式一條題目啦。咁我先睇13年甲1嘅部分啦。咁佢就話咧有一包海鹽佢就會度到總共有100克嘅重量啦。咁你要記住所有度翻嚟嘅重量咧，度翻嚟嘅數字全部都只係一啲嘅估算值嚟嘅啫，一啲近似值，咁就唔係真確值嚟嘅。咁佢就話咧呢一種嘅重量咧，佢就會稱之為普通裝啦。咁 A part 求一包普通裝佢最少嘅可取重量係幾多？度就度到一包會有100克啦。咁話明我個最大絕對誤差就會頭先我提過為1除2，即係0.5克啦。咁所以佢最細可以有幾多？你咪攞100減翻0.5，所以就99.5克。如果同一條題目佢問緊你嘅係佢嗰個最大嘅可取重量咧，咁你就要攞翻100去加翻0.5，咁所以就100.5嘅。咁好啦 ，B part 就問你如果我32包呢普通裝嘅海鹽，究竟總重量有冇可能度到咧3.1 kg 咧？而呢個3.1咧，佢話咧係準確到0.1 kg 嘅，試下解釋你嘅答案。咁我睇睇啦，每包我最少都要係有99.5克啦。咁我32包即係有幾多重？有幾重啊？咁你咪99.5乘以32啦，咁就會3184克嘅。咁你要特別留意喺公開試裡面咧，牽涉咗唔同嘅單位，譬如呢度 G 啦，呢度 kg， 你必須要寫清楚你嘅單位嘅，否則嘅話你會冇晒所有嘅 A 分。咁所以我就寫明咧係3184克。然後由於呢度我哋講緊嘅單位係 kg， 所以將個克轉做埋係個千克啦。咁你知道1 kg 就係1000克啦，所以就會將佢除1000，即係佢會有3.184 kg。咁再睇落去啦佢話準確到小數點係一個位啫，咁我咪攞翻小數點係一個位咯。咁你會發現係3.2 kg 㗎。咁你再比較一下啦，凡親叫你解釋答案嘅話，必定要有比較喺度。3.2 kg 大過3.1 kg 㗎嘛，我亦都冇可能等於3.1 kg 㗎，呢度係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會答翻係冇可能度到3.1 kg 嘅。咁呢條咧都有啲甲1嘅題目，希望到時你哋真係掌握得到啦，喺公開試裡面。咁再睇啦，06年嗰條咧 A part 問你啦寫出咧量度呢個嘅最大誤差係幾多？先睇準確度 cm 喎，咁咪即係1 cm 啦。最大誤差咪即係你要攞1去除2，咁所以咧就會係0.5 cm。咁佢個最少可取面積係幾多啊？咁我睇翻幅圖啦。呢幅圖咧，你會發覺佢會係由2個長方形組成啦。咁即係呢幅圖可以將佢做切角嘅。咁切角咧，平時你可以打橫切又得，打直切又得嘅。咁但係喺呢條題目裡面咧，我哋凡親做估算，我哋就會盡量去揾一啲係本身你條邊長你唔使將佢加減嘅，係本身你知道晒嘅。咁所以我哋就會咧喺呢度會選擇係將佢打橫切。因為2個長方形裡面，呢個長係18，呢個闊係12，呢個闊係2，呢個長係15，佢全部清清楚楚俾晒你，你唔使自己去加減嘅。咁所以我哋就會咁樣去切割開去嘅。但係如果我頭先係咁樣打直切嘅話咧，你發覺我會將 A、B 分開咗做2邊啊。咁你就要自己估下咁即係呢條邊係幾多，呢條邊係幾多，咁就我哋就唔會咁樣做法啦。我哋就會咧係用翻直接有數字嗰啲嘅資料。好 B part。長方形面積大家都應該會知道係長乘闊，但係今次問你最少可取面積喎，咁即係話每條邊咧係要攞最少嘅長度。咁我哋知道個誤差有0.5啦，咁之後將每條邊減翻0.5啦。咁我先寫啦，最少可取面積
好啦，等於第一個大嘅長方形，本來佢係18同12，我要最少即係全部減0.5咯，所以17.5乘以11.5加第二個長方形分別係15同2，咁即係14.5乘以1.5，咁然後你就再篤下計數機計一計啦，咁就會係17.5乘以11.5加翻14.5乘以1.5。咁你發覺咧，佢總共係223，記得寫埋單位 cm square 2次方㗎。好啦 ，C part， 如佢話啦，如果佢實際面積係 x 厘米，呢嗰度咧，佢應該打漏咗少少嘢啦，因為個單位一定有2次方，面積單位 x 平方厘米啦。要揾翻咧呢個 x 值嘅範圍究竟係幾多？咁我要揾佢個面積範圍嘅話，自然就要揾最細同最大嘅可取面積係幾多咯。咁所以第一件事咧，我就會寫翻啦，最大可取面積。顧名思義，我每條邊我就要攞最長啦，所以我就會18.5乘以12.5加翻15.5乘以2.5，咁我哋又計一計咯喎。好，18.5乘以12.5啦，加翻15.5乘以2.5，咁你會計到咧，今次最大個可取面積係270平方厘米。咁但係題目唔係問你最大同最細分別係幾多啊嘛，係要你揾佢個取值嘅範圍。咁所以你就寫翻啦所以佢個223小於或等於 x 小於270。咁呢度咧，我哋寫埋個平方厘米落去俾佢啦，可以係寫埋單位落去啦。咁呢度你要特別留意咧，你會見到我最細嗰邊我包含有等於嘅意思嘅，我個不等號係。但係最大呢邊咧，你要留意我冇個等號喺度。點解會冇等號咧？有冇同學知道？有等號又有咩問題咧？嗱，如果我哋用個邊長去諗嘅話，頭先我哋話如果18佢最細可以係17.5啦，咁最大可以係18.5啦。但係如果我真係攞啱啱好18.5嘅話，當我變翻做整數4寫5入呢個變19嘅喎，咁所以我哋咪知道我一定係要細過佢，唔能夠等於佢咯。而17.5我哋係可以等於埋佢，因為當我4寫5入嘅話，呢個就會變咗做18。咁所以正因為呢個原因嘅時候呢，咁最大嗰數我哋一定唔可以包含等於嘅意思喺度。咁呢個你特別小心啦。咁希望呢，你能夠掌握到估算呢一個第二類型呢啲嘅課題啦。咁下面第07年嗰條呢，會同上面嘅做法13年嗰條好類似，咁希望你能夠掌握得到啦。加油啦！